黃金先突破咗歷史新高啊，之後即刻暴跌喎。到底成個升市係咪已經完咗呢？仲可唔可以入市呢？而家近期金價銀價咧都不斷咁飆升，已經唔再係單係傳統嘅避險需求，而係市場交易當中咧貨幣系統嘅轉變、美元嘅體系嘅信心嘅轉向啦。金融屬性比實際嘅供求更加關鍵。點解會突然之間去到山頂上再跳崖嘅呢？呢一個亦都係我呢一條片當中嘅重心啊，可以拆解4個關鍵點去講一講嘅。第一個，市場過熱再加埋嘅倉位太過擠擁啦。喺1月份入面咧，金價已經係急升㗎啦。期貨、現貨之間嘅差距拉大咗啦，顯示翻交易嘅擠擁啊，風險已經累積到好嚴重㗎啦。ETF 又好，期貨又好，嘅市場咧都顯示住咧前期有大量嘅多頭湧入嘅，個資金偏向單一方向，倉位咧一面倒做多，只要有一個利空嘅觸發咧，都好容易觸發到嘅連環止損出現嘅。咁第二啦，就係利好進出，再加埋獲利平倉啊！喺美聯儲議息會議之後啊，短期利多嘅基本面咧已經咧係基本上咧放晒出嚟㗎啦。多頭揾唔到一個更加好嘅故事，再加上咧金價已經去到一個高位啊，咁部分資金就會選擇鎖定嘅利潤開始出貨。當第一批大戶或者機構咧開始沽貨，價格回落咧，就會觸發到一連串嘅止贏啦、止損單，咁啊放大咗個跌勢啦。或者咁樣形容啦，喺前2個禮拜嘅暴漲咧，好多時咧就係提前炒息炒風險。咁喺議息之後啦，咁啊新嘅利好消息咧都已經用晒啦，大家都就會喺度諗一諗，不如代平安平咗倉先啦。第3啊，美聯儲主席嘅人選預期改變啊，亦都令到嘅利率嘅改變啦。市場上一直咧都喺度關注緊邊個會接任美聯儲主席啊。咁美聯儲嘅政策咧，亦都直接影響到嘅實際嘅利率啦，同埋嘅美元走勢，對金價係非常關鍵嘅。偏鷹派嘅前美聯儲理事 Kelvin 勝算突然之間急升啊，咁啊市場上咧就開始提前定價啦。未來可能更加堅決咁對抗通脹，對貨幣更緊張嘅。咁呢個嘢係對黃金嘅不利嘅喎。據報道指出啦，當佢嘅勝率急升到咧去到86% 嘅時候啊，國際黃金金價咧下跌到5200美元附近啦，顯示翻主席嘅預期變化咧係觸發大跌嘅催化劑啊。喺1月30號嘅夜晚，特朗普正式提名 Kelvin 成為下一任嘅美聯儲主席。咁雖然都仲要再等嘅參議院批准，但係呢一個消息咧基本上咧都印證咗市場上嘅擔心。本來大家都喺度炒緊快啲會減息嘅，咁但係偏偏嘅新主席咧就偏鷹派啦，偏緊縮啦，咁黃金咧之前嘅樂觀預期咧就要打折嘅啦，咁資金自然就係走佬先啦。第4個啦，咁就係程式交易槓桿同埋流動性嘅踩踏。近期金價拋物線嘅向上，呢種走勢係非常吸引到程式交易同埋量化資金嘅跟隨啊，變到多咗好多嘅自動掛單啊、追漲殺跌嘅機械程序啦。一旦價格由升轉跌啊，咁呢一啲程式咧就會喺短時間內觸發到嘅自動賣盤，放大咗本來唔細嘅拋壓啦，出現咗幾十分鐘暴跌幾百美元嘅極端波動情況。喺同一晚，黃金白銀全部都先出現咗急升再急跌嘅過山車啊！不論係美股定係貴金屬都好都有同步嘅回落，亦都反映翻成個市場嘅流動性就偏向緊縮咗。咁好多資產亦都係同時間被拋售嘅。可以咁講唔淨係金跌而係成個市場一齊抽翻啲水走代表資金有可能喺面對保證金壓力嘅情況底下，趕住要去減槓桿攞翻嘅現金啦。咁到底今次大跌之後嘅牛市係咪已經玩完呢？中長期嘅邏輯依然都存在嘅。咁普遍認為今次暴跌比較多嘅都係一個短線嘅交易過熱啦，修正翻嘅預期同埋技術性嘅踩踏嘅結果，而唔係黃金長期牛市結束嘅崩潰啊！喺去美元化嘅過程啦，央行持續買金、地緣政治不確定、債務同埋貨幣體系呢啲問題當中都係對於黃金一個中長期嘅資產因素並冇改變到嘅噃。雖然喺大跌之後，金價依然都處於喺一個歷史高位，咁但係個波動率就明顯放大啦，代表住短線交易嘅風險提升咗，流動性嘅收緊，意味住一旦市場進一步恐慌嘅話，黃金可能會繼續被當做一個換現金嘅工具，而唔單純係一個避險嘅資產。我個人就會將今次定位係一個對前期過度樂觀嘅風險重置，而唔係一個牛市終結。中長線依然可以係喺一個回調嘅期間分段去吸納，但係短線就要尊重翻個波動，好好咁去控制翻個風險同埋你嘅槓桿。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可以 like 同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啊！